喷发了20年的卡特拉火山突然停止，赤身裸体的女人20年没洗过澡从山里走出，巡山救援队救下她后，发现她已经不记得这20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她只记得当年进山时的向导叫索尔，那正是救援队葛丽的父亲。可当父亲看到女人时，先是表现出一脸疑惑，然后又面露冷漠的转身迅速离开，很明显他们彼此认识。看出这一点的葛丽追出去询问真相，但父亲却坚决否认，说自己没当过向导，并且从未见过这个女人。说完这些，他继续掩埋着带有白毛的乌鸦。小镇的警长来到镇上唯一的旅馆询问，老板翻出他母亲留下的相册，结果真有和现在这个女人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那20年过去了，他是怎么做到没有衰老的呢？警方根据照片拍摄的时间，很快就查到了她的相关信息。女人叫贡希尔德，是瑞典来当地的游客。随后便联系了他的家人，接电话的人自称是贡希的儿子，他说自己的母亲正在楼下遛狗，可当他听到女人的声音后，立刻就不淡定。Hello， 妈妈。这时中年的贡希从外面回来，儿子急忙递过电话，母亲对电话那头出现的自己表现出惊恐的神色，可面对儿子的询问，他却说是恶作剧，还叮嘱儿子以后千万不要接他们的电话。不过第二天，母亲就以出差为由前往了小镇。与此同时，医院在为女人检查时，发现她居然已经怀孕了，就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现实。医生询问她孩子的父亲是谁，她却选择了沉默不语不回答。而自从女人的出现，小镇就陷入了诡异。晚上，索尔吃完晚饭准备散步，发现昨天刚埋的乌鸦竟复活了，身上也带有一根白毛。为证明自己不是幻觉，他挖开了土坑，里面确实有那只乌鸦。可发生在小镇上的诡异事件还不仅于此，葛丽一如既往的放飞气球，勘察着火山周围的气象变化。他突然意识到荒废的房子里有异响，壮着胆子进屋查看，原来是自己死去1年的姐姐也复活。